大灣區大談9加好易融合，但灣區內人才競爭激烈，中央出招挽留在內地工作的港人。中國財政部日前宣布，若高端及緊缺人才到內地工作，可獲國家補貼內地與香港的稅率差額。換言之，港人用香港稅額向廣東省交稅，餘額由中央補貼。若年薪120萬元的港人赴內地工作超過183天，中央料補貼15.4萬元個人稅。有資訊科技界專家指，此後行內所謂25仔周5起返港，周2重回崗位會大減，料中央補貼政策將再次打擊香港的創科能力。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局日前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方面作出進一步說明，指對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給予補貼，並對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務求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到大灣區工作。現時內地稅率遠比香港高，若以月薪4.3萬元人民幣約5萬港元高端人才計算，內地稅率約30%，七除八扣之下，一年要向中央繳交83077元人民幣約97104港元稅款。相反，若月薪5萬元的人士，根據20/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計算，一年要繳交稅項41560元。在大灣區的新稅制之下，中央補貼差額，在內地工作的高端及緊缺的港人人才，可獲中央一年55544元的稅務補貼，月薪10萬每年獲15萬補貼。若人工越高，中央補貼越多。以月薪10萬元的單身港人計算，若赴內地工作，稅率更高達40%，計算後可以獲得中央一年補貼超過15萬元。財政部作表示，政策使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人才實際的稅負水準明顯降低，對於大灣區廣聚英才將起到積極的引導和推動作用。至於所謂人才的定義，財政部表示，中國並無對人才的標準，認可辦法須由廣東省及深圳市規定及執行，務求優惠政策迎合地方實際需求。另財政部亦列出，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境外人士，在6年內每年住滿183天，而且沒有任何一年單次離境超過30天，必須要向中國政府繳納境內及境外所得的稅項。若6年內每年未住滿183天，則可以豁免在中國徵稅。若該人沒有固定住所，就只要在中國境內逗留滿24小時，便計入居住天數。在中國境內逗留不足24小時，則不計入中國境內居住天數。新規定由2019年1月1日開始計算。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表示，以往不少港人計盡在內地工作日子，成為行內所謂25仔，務求不用繳交內地超高稅率。他指出，現時中央補貼內地與香港稅款差額，他相信在內地工作的高端港人人才再無後顧之憂，更願意逗留在內地工作。相反，中央補貼政策將再次打擊香港的創科能力。